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yan，歡迎嚟到我爆卡頻道。今集同大家繼續開埋呢個中文版嘅 M1。咁今次開呢個呢，就係 M1嘅禮盒啦，叫做大禮盒特別組合嘅。咁內容方面呢，佢會有呢個兩盒卡盒嘅，咁就莉莉艾嘅 promo 卡，再加埋夾板啊、卡盒、卡套等等嘅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嘅即開箱。OK， 我哋打開咗方面呢，就會見到印有盧卡利歐封面嘅收藏框，跟住就係一張印有超級勇氣嘅莉莉艾 promo 卡，再加埋兩盒嘅超級勇氣嘅擴充包，跟住一盒卡盒同埋一包嘅莉莉艾卡包、夾板等等嘅。OK， 咁我哋就開埋嗰兩盒嘅擴充包先啦。好，咁我哋先開第一盒嘅超級勇氣。咁上次嘅成績基本上都麻麻地啊，咁我哋今次再接再厲，睇下可唔可以再抽中一啲好少少嘅卡，莉莉艾啦嚇，所謂嘅好少少。好，第一張就係超級阿布蘇魯 EX， 係啦。好 ，OK， 有兩盒應該唔會太卡啩係嘛？兩盒機會。OK。超級妙蛙花 ，OK，keep 住開呢啲都 OK， 暫時唔好咁快，有少少期待值會好啲。第一張 AR 花岩怪，暫時，哇，咁快，超級噴火陀，咩事？點解開埋啲咁嘅嘢 ？OK， 即係又要搏下有冇 SAR。喂，上次都好似唔多掂喎呢個。OK， 好，擔架，另一張嘅 SR 道具，咁就保底又抽到啦，理論上保底，理論上。喂，整個 SAR 嚟啦，真係好難抽喎。OK， 好，第三張嘅 R 超級大嘴蛙。好，第二張嘅 AR 部分岩石巨靈，好似係啊，岩石巨靈，咁即係應該係仲有一張嘅 AR 未抽中，再加埋可能會抽中嘅 SAR。好，第四張嘅 R 都抽埋啦。OK， 哇，唔多掂喎，呢盒真係咁搞法，你唔俾個，你唔俾個
SAR 俾我真係好難搞。最後4包，連埋我呢一包，手上呢包。好，第3張嘅 AR 就係椰樹獸，即係椰蛋樹。最後3包。莉莉亞嘅決意，最後1包，可唔可以轉？啊，冇啦。咁我哋就嚟個總結先。OK， 我哋開埋第2盒，或者我哋開埋呢1盒先，個片尾先叫做嚟個總結啦。2盒嘅總結。咁呢盒給你少少啦，給你少少。好，超級盒 Solo。OK， 岩石巨靈，哇！好似同上1盒一樣咁可以。夜間擔架，喂，完全好似複製緊上1盒喎，有啲驚。OK， 唔緊要，有，仲有。呢個莉莉亞 SR 嚟啦，搞錯啊！超級妙蛙花 EX SR 嘅莉莉亞都咁難抽嘅咩 ？OK， 暫時冷靜咗先，係啦。哎呀，暫時冷靜咗先，未出到好嘢。應該差唔多㗎啦，去到中段。都仲係，係最後一盒。OK， 咦？睇先咩嚟㗎 ？R 嚟啫，盒 R 嚟啫。佢 R 真係幾似嘅。仲未 OK， 仲有，最後差唔多10包啦，應該接近。OK， 哇係，有啲緊張喎真係，佢就差唔多尾嘅喎。都仲未出，係啦，都仲未出，連 AR 2張都仲未出，係仲未嘅。哇，係有期待值啊！今次有個期待值 ，AR 啫，獵雀即係啊鬼雀獵雀。R， 哇係，仲未出，莉莉亞嚟啦 ！SR 嘅超級妙蛙花 ，OK 都好 ，SR 嘅超級妙蛙花。
都好，係啦。R 嘅超級大嘴蛙，但係都係抽唔到呢個 SAR 喎，真係難抽。OK， 最後一包，咁我哋真係嚟個總結啦。呢兩盒嘅總結，最後一張嘅 AR 綠尾。OK， 咁我哋嚟個總結先呢個禮盒。OK， 咁我哋總結下呢兩盒嘅成績先啊。R 部分第一盒就係呢4張，跟住就係 AR， 係啦。大獎方面咧就係夜間擔架同埋超級噴火陀。OK， 咁第二盒咧就係 R 就呢4張，AR 呢3張，係啦。大獎方面都係有擔架嘅，再加埋超級妙蛙花，係啦，就咁多。好，咁今日嘅呢一個超級勇氣嘅開箱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就如果有興趣我條片嘅朋友，不妨訂閱同讚好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